民进党的总统候选人赖清德今日去参加客家贡献奖的活动，讲未来会拍拼推动客家六大行动，重视客家文化。然而，国民党的赵少康是去到金门辅选，针对金门厦门大桥的公投，讲会完全支持在地选择。另外，国民党针对外交议题是对外讲，邦交国事实就是袂输，就算讲咱的邦交拢总互人恶去，伊嘛无差。出席客家贡献奖讲客语，副总统赖清德积极抢攻客家票，强调民进党正重视客家产业，希望将台湾打造成世界客家文化中心。家己担任行政院长的时阵，决定举办客家世界博览会，嘛提出未来会积极推动客家新的六大行动方案。第一个就是公共客家，因为客语已经成为母语，客语应该要成为在公共服务的语言，特别是在公务机关里面。国民党总统候选人侯友宜早期无公开行程，副手赵少康是到金门辅选。对侯友宜凯旋万这个争议，赵少康认为这是个人理财问题。民进党一直批评，不是选总统的办，连到讲赖清德危急嘛无关，但是金厦大桥的公投，伊是表示支持。最重要的是那个陆客要他来了。如果金门的朋友们公投觉得要同意盖这个金厦和平大桥，我觉得我就支持啊。我觉得主要是尊重金门的民意吧，看金门的朋友们到底怎么决定。其实这样来，因为我们跟中国关系不好，他才会挖你墙角嘛。你要是没有那么紧张，他也不见得要去抢你那么多了。但是对我来讲，我对邦交国的数目我是比较自然的。您是说即使到零都没有关系？对啊，我态度是这样。民进党总统候选人郭文铁28嘛无公开行程，不过接受拍客的专访的时阵，谈论两番外交议题，讲做邦交国几国只是敢若好看尔，伊较注重实际的外交。那做当选会推扫台湾加入 RCEP， 特别是区域经济组织，认为台湾一定爱重回国际社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